如果現實生活搞到亂晒龍都未處理好，就想透過避嚟解決問題，嗰啲只不過係懦弱嘅逃避。喺《壇經》入面，慧能大師打破咗出世同入世嘅隔膜，將佛法由高高在上嘅神壇拉返落充滿煙火氣嘅人間。佢話佛法在世間，不離世間覺，離世覓菩提，恰如求兔角。呢句說話講得太通透啦。兔仔頭上面有冇角啊？冇啊嘛，所以離開世間生活去尋找覺悟，就好似去揾兔仔嘅角一樣，係根本唔可能發生嘅事。呢段教誨對於我哋現代人嚟講，具有極大嘅治癒力量。我哋總係抱怨工作太忙，冇時間睇書，屋企瑣碎事太多，冇時間提升自己。我哋將生活同理想對立起嚟，將揾食同修行割裂開嚟。但喺慧能眼中，挑水斬柴無非妙道，甚至乎喺職場入面嘅每一次溝通，喺家庭入面嘅每一次包容，全部都係修行嘅道場。如果喺工作上遇到專登刁難嘅客，你如果可以收住道火，不卑不亢咁解決問題，呢個就係修忍辱。如果喺利益面前你可以堅守底線，唔俾貪欲騎劫，呢個就係修持戒。如果喺繁雜嘅資訊入面，你可以保持清醒嘅判斷，唔隨波逐流，呢個就係修般若智慧。慧能大師甚至講過，若欲修行，在家亦得，不由在子。只要心存善念，喺屋企孝順父母，喺出面義氣待人，識得謙讓，識得包容，呢個就已經係踐行緊佛法。呢番話將修行嘅門檻降到最低，同時亦將修行嘅境界推到最高。所以唔好再去羨慕嗰啲隱居嘅生活啦。你所在嘅 office， 你住緊嗰個狹窄嘅屋苑，你日日對住嗰個唔完美嘅伴侶，正正就係你最好嘅修行勝地。當你能夠喺最瑣碎、最漫長嘅日子入面，生活出一份從容同慈悲，當你能夠喺雜亂紛擾嘅現實之中，依然保持內心嘅清澈同溫暖，咁你其實就係呢個世間行走緊嘅覺者。畢竟於泥定生紅蓮，真正嘅解脫從來都唔喺彼岸，而係就喺此時此地此心。好啦。